其實呢5位專業嘅人士係做啲咩嘅呢？我哋今日就一齊嚟睇下綠色建築從業者嘅一日啦。咁綠色建築咧，其實即係環保建築。咁我哋用設計嘅方法啦，設計啲自然嘅通風採光，咁令到更加自然地係唔需要用咁多電啊、冷氣啦。建築方面咧，我哋多數都會睇下點揀環保嘅材料啦，同埋可持續性嘅材料嘅。James 立法會大樓嘅擴建咧，我哋用咗氣候模擬個分析，令到決定咗嗰個遮陽板嘅闊度同深度，好成功喎。我哋都考慮到立法會大樓本身嘅建築樓面坐向，將遮陽板設計成三角形，方便欣賞景觀。可持續發展嘅理念咧，點樣喺具體喺一個項目入邊實施咧？其實就涉及到好多人啦，咁亦都係一個項目開初嘅時候設計啦，去到施工啦，到營運咧，都有好多人喺涉及咗喺入邊嘅。咁無論係一個項目嘅選址啊，去到之後起嘅一啲建築物嘅物料啊，亦都可能涉及到能源同埋水嘅使用咧。咁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考量嚟嘅。我哋啱啱傾緊個項目咧，叫淨零碳建築嘅一個概念項目，佢叫做 Future Building Design。重點係數據驅動、電腦模擬技術，為項目提供專業嘅指導，以實現建築師嘅概念，變成可落地嘅可持續方案。針對香港亞熱帶氣候，我哋咧嘅策略咧就係由 Passive First 被動為先為切入點，先係咧優化咗建築物嘅坐向、外牆嘅設計，同埋利用自然通風同埋綠化嘅策略咧，令到太陽得熱咧可以減到最低，配合低碳嘅物料、高效嘅系統、再生能源同埋持續數據嘅監測，達至到淨零碳嘅一個目標。呢一個就係第三樣嘢，我今日要同你哋分享嘅。我哋喺工地咧，其實會設置唔同類型嘅一啲傳感器嘅。咁呢啲傳感器咧，其實幫我哋咧去監察環境數據。環境數據裏邊包括一啲噪音啦，包括一啲塵埃嘅數據。透過呢啲傳感器咧，其實係做到呢個24小時嘅實時監測啦。當個噪音或者一個塵埃嘅水平去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咧，地盤嘅一啲智能系統會即時作出反應，好似灑水啦，或者將一個隔音屏設置咗咁樣啦。希望我哋喺建造工程期間咧，對周圍嘅環境盡量減少影響。咁我會建議重新校驗啦，因為呢個方法啦係可以幫助建築物啦進行一個詳細嘅健檢啦同埋微調啦，從而令佢哋重拾翻一個最佳嘅狀態嘅。咁而呢個方法啦係透過一個系統性嘅程序啦，去檢視翻建築物入邊咧每一個系統，包括啦冷氣系統啊、電力系統啊同埋照明系統等等嘅。而呢個校驗啦，最主要啦分4個階段啦。咁第一個階段咧就 planning 啦，第二就 investigation 啦，第三就 implementation 啦。咁最後尾係有一個 ongoing commission。而最終嘅結果咧，都係想揾出咧效率減低咗嘅嗰個原因啦，從而咧就作出一個修正。而呢個修正咧，其實係無需要進行任何一啲巨大嘅工程改造嘅。隨住社會對可持續發展嘅重視加深，我哋嘅行業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發展機會。今次我哋就了解咗5個綠色建築行業，我就揀咗我嘅職業啦，你呢？